上午10:26接获报案哦，在北港的高滩地停车场，那有一名溺者。那我们第一时间就派遣了我们的救护车、器材车以及船艇到达现场。那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有发现待救者的脚印以及私人用品和汽车。那我们呢随即呢先循着沿岸寻找，那并未发现因此我们立即决定将船艇放置到我们的下船点，那往上游去回溯。那有赖于我们上个月我们消防局刚启用的空拍机这次立下大功我们在空拍机在出动的时候，立即确认了溺者的位置，那以利我们的船艇接近溺者。那我们在接近溺者的时候呢，发现溺者呢仍然是有呼吸、有心跳的。那当下患者意识昏迷，那我们呢立即使用我们的救灾工具缆式担架将患者固定然后并运送上岸，那送往北港妈祖医院救治。好，谢谢。